澳門聾人特殊教育協會指責當局對協會聾人創業計劃嘅資助申請拖延1年先至拒絕，間接令到協會損失慘重。佢哋希望當局能夠重視聽障人士嘅真正需求。梁安琪報導。聾人特殊教育協會表示，協會喺01年開始為聽障人士開辦手工藝課程，自發咁組織製作手工藝作品，喺唔同嘅場合都受到歡迎。06年嘅10月，獲漁人碼頭提供售賣場，所以協會策劃咗創業計劃，打算喺漁人碼頭銷售聽障人士製作嘅手工藝品。由於聽障人士受到溝通限制同埋缺乏銷售知識技巧，協會喺同年11月向社工局申請資助，希望用嚟聘請輔助人員，等創業計劃順利展開。期間有關嘅申請因為一啲手續問題一直拖延，未獲批准。直到07年嘅10月，社工局正式拒絕有關嘅申請。協會唔滿意當局點解將事情拖咗1年先至拒絕，以致創業計劃無疾而終同埋損失慘重。而家協會嘅會址堆存咗大量嘅手工藝品，冇地方出售。佢哋希望得到當局嘅合理解釋，同埋可以有地方盡快賣出呢啲積存嘅手工藝品。冇地方賣啦嘛，冇地方賣，你唔停嘅做，啲嘢越嚟越多，咁低喺嗰度。頭先你正嗰個聾人都話，希望有個地方可以俾佢哋賣嘢啦。聾人特殊教育協會現時有130名會員，當中18人失業，以及3人快將失業，而其餘嘅聽障人士會員都係從事低收入工作。協會希望政府能夠推出具體措施，輔助殘疾人創業以及自力更生工作。社工局早前指出，聾人特殊教育協會提出嘅有關資助申請，因為缺乏詳細方案計劃同申請資料，經社局人員聯絡之後，仍未獲得積極嘅回應，因而申請回覆一拖再拖，同埋申請開支數目大，兼且收入唔多，唔符合成本效益嘅基本要求，所以唔獲批准。澳門電視台記者梁安琪。